2021年嘅陝西全運會，澳門體壇翻開歷史新一頁，空手道運動員郭建恒實現咗前無古人嘅壯舉，喺男子個人型項目獲得銅牌，成為澳門奪得全運會獎牌嘅第一人，並喺2年之後嘅杭州亞運會上再斬獲2枚銀牌。佢坦言已經超額完成當年追逐運動員夢想嘅目標。完咗之後，我望翻去嗰個觀眾席嘅時候，我見到所有技術員都一齊喺度嚟到哇咁樣，我覺得嗰個回憶係好深刻嘅，係啊，所以係好開心咯。即係對於我嚟講係真係好開心、好難忘咁樣。呢個喺人生上面、運動員生涯上面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回憶咯。高光背後，呢位空手道大師兄一直坐住過山車，經歷高山低谷。更加曾經喺2018年印尼雅加達亞運會遭遇挫折之後想過退役，幸好佢最終選擇咗堅持，先至會見到之後等住佢嘅希望同機會。時光倒流，翻去郭建恒對空手道運動嘅緣起。細個嘅因為睇電視劇講述壞人被空手道制服嘅情節，好奇心落去揾道館拜師學藝，正式踏上空手道運動員生涯。只可惜事情發展並非如郭建恒所願。跟住落嚟嘅韓國仁川亞運會，懷住信心嘅佢失望而回，自此開始咗長達5年嘅低潮期。過程中有起有跌，大多數都係同獎牌冇緣，內心不斷有聲音問自己係咪應該到此為止。咁輸咗冇藉口嘅，因為始終你輸咗就係輸咗，因為有可能你嘅能力嘅技術都仲係唔夠人哋。咁當時就真係好想去，我想放棄啦，我想算啦，都堅持咗18年嘅時候，其實都已經係做咗運動員10幾年㗎啦。咁我都覺得，算啦，都係不如放棄啦咁樣。睇翻過往嘅呢啲心路歷程嚟講，我覺得係俾自己一個好好嘅一個成長嘅經歷，同埋可以令到我自己更加強大嘅一個經驗咯，可以造就到今時嘅我，係啦。當時陷入迷惘嘅郭建恒好想放棄。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冷靜落嚟，佢重新面對自己，唔甘心令佢再次思考前路。唔係見到希望先至堅持，而係堅持先至會睇到希望。郭建恒遭受印尼亞運會之後，本來只係打算再衝多一屆亞運會，目標清晰。而2021年嘅西安全運會正值疫情期間，郭建恒到咗較後階段先至落實將會參賽，加上自己嘅夢想計劃裏面全運獎牌遙不可及。因此佢冇抱太大嘅期望出戰，但係機會總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嗰陣時我記得我輸咗嗰個記者啊，佢等我自己喺個場側邊喊，我嗰陣時係咁喊，跟住之後喊完我再做嗰個訪問，跟住之後嗰一晚我就自己再翻去繼續回想去諗，因為我嗰個運動員嗰個計劃已經完㗎啦，18年，咁我就如果我冇成績，我就唔可以繼續做翻全職嗰個計劃，咁就冇任何資助去繼續做運動員呢條路。咁嗰一晚我就諗，我都係唔放棄啦，因為以前啲師兄師姐，以前嘅年代冇資助嘅時候，澳門嘅運動員一直都係兼職嘅形式去做運動員。咁我心諗點解我唔得呢？我咪最多出嚟社會繼續接觸翻呢個社會做嘢，一邊做嘢一邊做運動員咯。決定我衝多一屆亞運，我衝到2022年嗰個我都會繼續衝咁樣。我最多大不了就一路做嘢一路練習，一路以嚟冇放棄呢個運動員生涯呢個練習啦。捉緊每一個機會，咁啱21年呢個機會，我就覺得自己真係好實在咁樣捉到呢個機會，亦都可以喺呢個機會之前應用到我所有嘅練習，所有嘅嘢喺21年嘅全運會上面，所以就喺21年嘅全運會就攞到澳門第一面獎牌咯，係啊。郭建恒以亞運會第5名嘅資格繼續申請成為全職運動員，從失意嘅經歷中成長，鞏固心態，刻苦訓練技術，成就咗2021年西安全運會銅牌同埋2023年杭州亞運會個人型同埋團體型雙銀嘅加強版郭建恒。我覺得呢個經歷係一個好夢幻嘅一個經歷啦，歷程係需要去勇氣，需要挑戰，需要有堅毅去走呢段路程。因為如果我覺得缺少任何一樣嘢嘅話，你都冇可能去走到呢一個最終呢個成績。好期待，希望我哋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一個好輝煌、好好嘅成績，係啦，為我哋嘅特區而戰，為榮譽而戰。